你哋就想我犯法咯，但係我點會犯法呢？我都講咗啦，係咪？我咁聰明嘅人，我點會犯法先？你解釋俾我聽下。你冇去涉法律嘅底線，冇去觸犯法律嘅底線，話你聽。遲早你哋都入監倉㗎咋？你哋成日喺度妖言惑眾，話我乜嘢乜嘢，好快入冊。你哋啊，係嘛？就好快入㗎啦。我光明磊落入你老母個臭，係咪啊？你老母唔識生仔啊嘛，生到你哋啲做搞事分子。河北何太互襲案，兩夫婦被控傷人罪，河北手指骨折頭部裂傷，仍留醫何太今出庭准以5000元保釋候訊。因上東張西望，成名的河北何太，作涉於屯門精田村徵信樓互襲，何太指其後腦被河北割傷流血，但何太咬河北手指至骨折，更騎在河北身上撞頭落地致河北頭部裂傷。河北被控有意圖而傷人罪，何太被控傷人罪。案件今31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首次提堂，河北仍留院觀察而未能出庭，何太無需答辯。裁判官朱文漢把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在屯門裁判法院再訊，期間何太獲准以5000元保釋外出候訊，河北則需在6月5日或以前被帶到屯門裁判法院應訊，期間交由警方看管。77歲男被告何報稱為退休人士，他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。他被控於2025年5月30日，在屯門精田村徵信樓25樓電梯大堂，意圖使葉秀定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葉秀定。44歲女被告葉秀定報稱為家庭主婦，她被控於同日同地非法及惡意傷害何。控方表明何今日仍受傷留院而未能出庭，裁判官朱文漢批准何出院後到屯門裁判法院第一庭再提堂，暫定於6月5日或以前再訊，期間何交由警方看管。何太出庭低頭默不作聲。葉秀定穿上白色 T 恤及紫色風衣，戴上藍色口罩，紮低馬尾，雙手垂下放在身前，低頭默不作聲。控方申請葉秀定無需答辯，申請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再提堂，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及索取何的醫療報告等。據悉，何太咬河伯手指至骨折裂傷，河伯頭部被何太騎坐在身上猛撞落地，令河伯頭部裂傷，而河伯現時仍然清醒留醫。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再訊。裁判官朱文漢把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在屯門裁判法院第一庭再訊，考慮到本案性質嚴重，期間批准何太以5000元保釋外出候訊，需交出所有旅遊證件，不得離開香港，不得前往內地或澳門，需居住於報稱地址，每周1、3、5、12時至15時，需到屯門警署報到，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，不得與屬證人之一的兒子討論本案，不得返回案發地點，如更改地址需於24小時內通知警方。大批粉絲早上9時許已到場等候開庭，保安表明庭內只有25個公眾席，公眾約於早上11時在保安指引下入席，25席全滿。保安叮囑公眾法庭內不得拍照，要求各位切勿舉起手機，以免產生誤會。旁聽人士在本案完庭後隨即離開法庭，有旁聽人士說佢話佢靚啊嘛，咪過嚟睇下佢有幾靚咯。案件編號 WKCC2360/2025。法庭記者劉曉希。河北何太同被控蓄意傷人，何太准5000元保釋，河北仍然留院。撰文陳容，出版2025年5月31日11點55分更新，2025年5月31日11點56分。受電視台訪問而成城中熱話的人物河伯與何太，兩人昨30日而在河伯屯門家中衝突並有人受傷。
兩人均被捕及被控，案件今31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。何太今有到庭應訊，何伯則仍留醫而缺席聆訊。裁判官朱文漢應控方將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再訊，以待索取何伯的醫療報告，及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。何太准5000元現金保釋。何太穿着紫色風衣上庭，情緒平靜。上庭時雙手垂下交叉放在身前，表現謙卑。諸官准何太以5000元現金保釋，條件包括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，不得離港，不得返回案發地點，亦須交出旅遊證件及每星期3次到屯門警署報到。何伯仍然留院。至於何伯則仍然留院，案件將押後至6月8日在屯門法院再訊，期間何伯交由警方看管。兩人各被控一項蓄意傷人罪。二名被告何77歲，退休人士，及葉秀定44歲，家庭主婦，分別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及傷人罪，指他們分別於2025年5月30日在香港新界屯門恩寶路10號精田村精信樓25樓大堂意圖使對方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葉秀定，以及在同時同地非法及惡意傷害何。案件編號 WKCC 2360/2025。何太騎坐何伯身上致頭部裂傷，兩人同被控傷人罪今早提堂。2025年5月31日12點08分0秒，接受傳媒採訪而聲名大噪的何伯及何太，昨早因感情問題爭執，互相襲擊同受傷浴血。何太同被控傷人罪，案件今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。昨早事件發生在何伯及何太居住的屯門精田村精信樓。警方表示二人在升降機大堂爭執吵鬧。44歲的葉姓女子欲帶同行李準備前往內地，77歲何姓男子試圖阻止。雙方爭執期間，男方取出一把萬用摺刀，女方後腦被刀傷流血，傷口長約2寸。男方就被女方咬傷，左手手指流血，據悉手指骨折裂傷。另外，何太疑騎坐在何伯身上，令何伯的頭部猛撞落地，頭部裂傷。何伯現時仍然清醒留醫。77歲男被告何報稱為退休人士，他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。昨日在精田村精信樓25樓電梯大堂，意圖使葉秀定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葉秀定。44歲女被告葉秀定報稱為家庭主婦，她被控於同日同地非法及惡意傷害何伯仍留院觀察而未能出庭。何太則身穿白色 T 恤及紫色風衣，戴上藍色口罩，紮低馬尾出庭。控方申請何太無需答辯。何太在庭上雙手垂下放在身前，並低下頭。裁判官把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在屯門裁判法院再訊，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及索取何的醫療報告等。裁判官只考慮到案件性質嚴重，何太獲准以5000元保釋外出候訊，但需交出所有旅遊證件，不得離開香港，需居住於報稱地址，每周1、3、5需到屯門警署報到，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，不
不得與屬證人之一的兒子討論案件，不得返回案發地點。何伯則須在6月5日或之前到屯門裁判法院應訊，期間交由警方看管。何太哭訴不會原諒何伯。何太頭部包紮着紗布，送院時回應記者提問，否認涉及第三者。被問及因何事爭執，他指什麼事都沒有發生，但何伯偷偷從後襲擊，情緒激動地哭訴：我唔會原諒佢，我對你何伯咁好，竟然攞刀殺我，我對你咁好，你殺我啊！何伯何太互襲案，兩夫婦被控傷人罪，何伯手指骨折，頭部裂傷，仍留醫。何太今出庭准以5000元保釋候訊。因上東張西望成名的何伯何太，昨涉於屯門精田村精信樓互襲。何太指其後腦被何伯割傷流血，但何太咬何伯手指至骨折，更騎坐何伯身上撞頭落地，致何伯頭部裂傷。何伯被控有意圖而傷人罪，何太被控傷人罪。案件今31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首次提堂。何伯仍留院觀察而未能出庭，何太無需答辯。裁判官朱文漢把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在屯門裁判法院再訊，期間何太獲准以5000元保釋外出候訊，何伯則需在6月5日或以前被帶到屯門裁判法院應訊，期間交由警方看管。77歲男被告何報稱為退休人士，他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。他被控於2025年5月30日在屯門精田村精信樓25樓電梯大堂，意圖使葉秀定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葉秀定。44歲女被告葉秀定報稱為家庭主婦，她被控於同日同地非法及惡意傷害何。控方表明何今日仍受傷留院而未能出庭。裁判官朱文漢批准何出院後到屯門裁判法院第一庭再提堂，暫定於6月5日或以前再訊，期間何交由警方看管。相關新聞：何伯何太爭執，被捕何太頭部包紮，糞床推入光室痛哭，否認有第三者，佢想殺我。何太出庭低頭默不作聲。葉秀定穿上白色 T 恤及紫色風衣，戴上藍色口罩，紮低馬尾，雙手垂下放在身前，低頭默不作聲。控方申請葉秀定無需答辯，申請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再提堂，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及索取何的醫療報告等。據悉，何太咬何伯手指至骨折裂傷，何伯頭部被何太騎坐在身上猛撞落地，令何伯頭部裂傷，而何伯現時仍然清醒留醫。相關新聞：何太執包袱離家北上，被何伯阻止，爭執後腦受刀傷兩敗俱傷被捕。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再訊。裁判官朱文漢把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在屯門裁判法院第一庭再訊，考慮到本案性質嚴重，期間批准何太以5000元保釋外出候訊，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，不得離開香港，不得前往內地或澳門，須居住於報稱地址，每周1、3、5、12時至15時，須到屯門警署報到，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，不得與屬證人之一的兒子討論本案，不得返回案發地點。
如更改地址，須於24小時內通知警方。大批粉絲早上9時許已到場等候開庭。保安表明庭內只有25個公眾席，公眾約於早上11時在保安指引下入席，25席全滿。保安叮囑公眾法庭內不得拍照，要求各位切勿舉起手機，以免產生誤會。旁聽人士在本案完庭後隨即離開法庭。有旁聽人士說：佢話佢靚啊嘛，咪過嚟睇下佢有幾靚咯。相關新聞：河伯何泰爭執被捕半個月前宣布離婚後貧，與途人鬧交。河伯離奇瞓街行為詭異，二人關係撲朔迷離。案件編號 WKCC 2360/2025。法庭記者劉曉希。夫妻疑互毆同被控，何泰涉傷人准5000元保釋後訊河伯仍留醫。因公開父女金錢紛爭及黃昏戀成為城中熱話的河伯及何泰，昨日30日在屯門精田村精信樓一單位外爆發衝突，期間男方涉以一把多用途刀襲擊女方，女方疑出口咬傷對方，兩人同告受傷送院治理，並雙雙被捕。河伯77歲，被控有意圖而傷人罪；何泰44歲，被控傷人罪。案件今日31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首次提堂。何泰在今晨8時許，由執法部門車輛載往法院應訊。他身穿白色 T 恤及紫色風衣，戴藍色口罩，扎低馬尾，在庭上雙手垂下放在身前，並低下頭。他無需答辯。裁判官應控方要求，將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在屯門裁判法院再訊，以待執法部門進一步調查及索取河伯的醫療報告等。何泰獲准以5000港元保釋外出候訊，期間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，不得離港，不得返回案發地點，須交出旅遊證件及每週1、3、5須到屯門警署報到。至於河伯則仍留院觀察而缺席聆訊，案件押後至6月5日或之前在屯門裁判法院再訊，期間河伯由執法部門看管。今日下午近2時，何泰完成保釋手續後獨自步離法院。他左手貼有紗布，神情憔悴，不發一言，登上一輛預約的士絕塵而去。兩名被告分別為何伯77歲，報稱退休人士；葉秀定、何泰44歲，報稱家庭主婦。何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，而葉則被控一項傷人罪。案情指何於2025年5月30日在屯門精田村精信樓25樓大堂，意圖使葉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葉，而葉則在同時同地非法及惡意傷害何。案件編號 WKCC 2360/2025。河伯何泰同被控傷人何泰准5000元保釋，河伯仍然留醫。香港文匯報訊，記者黃希，相差33歲，因不顧家庭反對忘年戀，成為城中熱話人物的何生何泰，昨日30日晴海翻波，在屯門家外浴血衝突，均受傷送院。警方調查後拘捕兩人，何泰被控傷人，河伯被控蓄意傷人。案件今31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。何泰到庭應訊，裁判官朱文漢應控方將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再訊，以待索取河伯的醫療報告及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。
何太准以5000元現金保釋。何伯仍然留醫，案件將押後至6月8日在屯門法院再訊，期間何伯交由警方看管。何太穿着紫色風衣上庭，情緒平靜，上庭時雙手垂下交叉放在身前，表現謙卑。諸官准何太以5000元現金保釋，條件包括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，不得離港，不得返回案發地點，亦需交出旅遊證件及每星期3次到屯門警署報到。2名被告何77歲退休人士及葉秀定44歲家庭主婦，分別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及傷人罪，指他們分別於2025年5月30日在香港新界屯門恩寶路10號精田村精信樓25樓大堂意圖使對方身體受嚴重傷害，包括何非法及惡意傷害葉秀定，以及在同時同地葉秀定非法及惡意傷害何。事發作晨約8時，兩人爭執後，何太收拾行李離家要回內地，何生追出走廊，突然用一把萬用摺刀劃傷何太後腦，何生反擊咬何伯左手手指，兩人均受傷流血，街坊報警，兩人送院治傷。何太在醫院回應記者時哭訴：我唔會原諒佢，我對你何伯咁好，你竟然傷我，佢何伯想殺我，佢攞把刀喺後面襲擊我，想殺我。何伯何太被控傷人罪，何太獲准保釋，何伯留醫缺席聆訊。因為現身東張西望而廣為人知嘅何伯何太，尋日早上喺屯門精田村寓所嘅電梯大堂發生爭執，街坊聽到嘈吵聲，於是報警。警員到場後發現一對染滿血跡嘅男女，救護員將兩名傷者送院，警察就拘捕涉事男女。案件今日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，兩名被告分別係77歲男子何，報稱係退休人士；另一被告為44歲女子葉秀定，報稱係家庭主婦。控罪指何於5月30日喺屯門精田村精信樓25樓大堂，意圖使葉秀定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葉秀定，而在同時同地，葉秀定被打控非法及惡意傷害何。根據消息，何伯手指被何太咬傷而骨折，頭部被何太撞向地下而有裂傷。由於何仍然留醫未能出席聆訊，裁判官朱文漢批准何出院後，於6月5日釋之前到屯門法院應訊，期間需要由警方看管。至於何太葉秀定身穿紫色風褸到庭應訊，無需管辯，並獲准以5000元保釋。案件將於7月25日喺屯門法院再訊。裁判官朱文漢指案情性質嚴重，葉秀定要交出旅遊證件及不得離港，每周1、3、5需要到警署報到3次，而且不得接觸控方證人，亦不得與證人之一嘅何太兒子討論案情，同時不可返回案發地點。尋日事發後，有記者到醫院追訪何太，何太情緒激動並指唔會原諒佢。而今日案件過堂，唔少人專程去聽審，25個座位一早坐滿。人生一世想有幾個自己，多少友誼能長存。今日別離共你雙雙兩握手，友誼常在你我心裏。今天且有暫別，他朝一定能聚首。縱使不能會面，他朝也是朋友。係咪咁唱？